好，來看這衛福部其實有規定講，麵條這款物件呢是袂使使用苯甲酸這種防腐劑。台灣消保協會最近查驗，結果所發現講，25件內底有3件是去驗到苯甲酸，其中1件就是佇個高雄市三民區一間30棟的老店。這衛生局就隨派人去稽查，若準確定有影，安尼就會依法該罰款。衛生局人員來到三民區這間30年的做麵老店稽查，因為台灣消保協會針對台南、高雄、屏東的傳統市場25間做麵的店家去查驗，結果高雄有2間店驗出麵條袂當濫的防腐劑苯甲酸。協會講，這間老店的生意好銷路快，因為特別驗到，這回驗到數字竟然懸價3.26，是另外一間的3倍，實在講唔通。2016年，他其實就有被高雄市衛生局抓到，他有違法添加苯甲酸。所以它等於是累犯。大人可比講60公斤，你上加會當加0.3克，就是你的含量，就是食這超過去，你就會超磅。教授講，大人一天若食超過0.3的苯甲酸，就是超磅，尤其對肝病、腰子病有新的婦人人危害是更加大。衛生局早起接到通報，就隨來採樣要登記化驗，確認是毋是有濫苯甲酸。有消費者拄買煞，聽到消息攏感覺真意外。針對消保協會公布的結果，當事店家講，伊毋知影協會驗的是倒一款麵，不過伊無濫苯甲酸，會配合衛生局的調查。麵的種類有很多種，有的也是我們加工，有的不是啊。對啊，就這樣啊，我們只可以等結果。偶爾會買，1個禮拜的頻率大概多少？沒有，大概1個月會有1次吧。那你現在聽到這個消息，會不會有點不安心？對，有一點怕。衛生局表示，中央規定現做的麵條就是袂使驗出苯甲酸，若是化驗證實店家有違法使用，就會按照食安法進行相關的裁處。記者柯家族、柯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